阿拉伯与中国合作伙伴关系已提升，对此沙特阿拉伯非常积极。因此，经沙特阿拉伯政府许可居住在沙特的维瓦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无端制造矛盾，并寻找借口将维瓦人遣返回国。7月25日，为期3天的金砖5国峰会在南非召开。为出席金砖峰会前往南非的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开设了正式接触活动，并与参加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双边会谈。利雅得政府将塔布克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分给以色列，穆罕默德亲王正在撤离此地的私有财产，据称该地用作化学武器存放点。法新社喀布尔7月26日报道，阿富汗首都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喀布尔警方表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在阿富汗情报车队附近引爆了炸弹，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此袭击事件负责。希腊雅典郊区遭到暴雨，引发洪灾，不少车辆被淹。据媒体报道，目前还没有伤亡报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展开了紧急救援工作。之前，希腊遭遇了一场森林火灾，官方表示，证据表明大火是人为造成的。